你有冇發現而家喺網上面講一句傷人嘅說話越嚟越容易？C朗曾經講過，佢12歲嗰陣時去里斯本青訓嗰陣時，夜晚餓到要去麥當勞後門問有冇剩低嘅漢堡。對店員嚟講，可能只係一個順手嘅幫忙，但係對一班喺異地捱緊肚餓嘅小朋友嚟講，嗰一下未必只係食物咁簡單，可能係一種冇被攬待嘅感覺。最值得諗嘅位就係，去到今日咁成功，佢記住嘅唔係當年有幾慘，而係邊一個對佢曾經好過，甚至之後仲公開想揾翻當年幫佢嘅店員，親口同佢講聲多謝，請佢食餐飯。其實有時幫人唔係真係要做啲好偉大嘅嘢，講一句好聽嘅說話，少一句恥笑，唔跟風踩多腳，甚至只係順手幫一下，其實已經好足夠。但係反過嚟，我哋睇下而家嘅香港，網絡上面最多嘅偏偏就係最尖酸、最刻薄、最抽水，同埋對住一個唔識嘅人都可以照樣講啲好傷人嘅說話。一句說話，一個少少嘅幫助，明明可以好簡單，點解而家越嚟越多人揀做 hater，但係都唔會寧願選擇做翻一個有少少溫柔嘅人？